下面咱请蔡淑珍女士哦，甲咱教这个披肩甲围巾的围法。遮甲大家见面吼，因为会长李华伊，我差不多2年前我伫我有做这个示范吼，围巾的示范，伊讲伊有看到，伊一刚刚敲电话，伊讲叫我来吼，我真欢喜，就是大家凑热闹一下，所以我即马把握时间开始，就按 basic 简单讲，我想围巾大家拢会晓用啦，是讲咱若是做一娱乐节目啊，大家带动啊，大家记落。你若有啥物问题，也可以问我，我会当甲恁到help一下安尼吼。因为围巾是足好用的，热天寒天咱拢用得着，因为热天虽然热，但是咱有当时去饭店冷气足热，咱嘛是需要，咱若随身，所以我随身我若皮包内底，我一定会下一条围巾吼，随时你通摕出来盖。刚才伊咧讲笑话，就是讲围巾真的作用很大，咱寒咱会当保暖吼。你若讲人去要来，我无倒裙，我别人摕我一条较大条围巾出来做倒裙，吼，甚至细条我做餐巾，吼，要煮饭时候找无迄个围裙，咱别人摕一条较贵的来盖，吼，做围裙，甚至伊讲你若 baby 吼，无尿裙啊，尿裙较用了，当然即摆拢有 disposable 古早像，伊讲你若较贵的，就摕来煮现用啊，所以就讲围巾是万用的，咱即摆开始咧。对不起啊，赖美月、赖美秀，还有美娜跟施英琴、林丽珍跟庄慧敏，请到厨房好不好？你敢有听到？会使吼，主要是你们看示范就好。咱若讲有当时内底迄件衫吼，甲咱的外套无一定会合，咱讲你要出去，咱就换条我换衫去出去。你当摕一条围巾，你当配你外套外套吼，就这样简单一下，安尼就会使吼。然后你买单吼，好，这种三角形，你可以把它叠起来。盖起来盖好，更好吃。盖到。高龄吼，因为咱即摆大家拢有年纪吼，若风头时做哩，即按棍啊保温上要紧吼。所以正方形真好用，是讲你会当三角形，从做长条形。还有像我这个哈，其实它也是一条四方形哈，我会当做一块这个样子。
这样打一个结哈。啊，你会调整咱这个灵活度，哦，你若要较大空是安尼，我改写安尼，哦，安尼也是而且它绝对不会掉。是用长条形。韩剧是因迄个韩国足大哦，所以你看一般其实拢安尼用，这个也是搞，就是这样很简单把它套上去。是哈，那就把铁安尼来哈，这条往下过来，好，这条往上穿过来，安尼就这个样子，然后这样它绝对不会掉。你只要有当调整，你要可以较快，是要讲较快的时候，较要用较悬，这种会当调整吼。所以咱来切，较爽。安尼有听？因为这模特拢临时找的吼，所以我拄仔我唔知讲是起来是啥物人穿啥物型衫，所以我想说我。本身就颜色很多，那么铁角，甚至用黑色的时候，我写色，我给它很炸东西，就这个颜色来买色。这种其实它是长条形，那买蛋打起来做它就是有点长方形来用哈。每当在这里约一下，这样子是一种哈，就像跟它有点就是披肩的那个感觉，其实有点跟它有点像小的那个博雷诺的感觉。我今仔炸足侪，结果颜色敢若较无样，但是我去，主要讲，咱是要晚上要参加 party， 因为咱那个较水，要增加一个较亮的感觉。
关系，咱即摆做到遮，因为咱要食饭吼，所以咱等下有时间再搁继续。啊，你若有炸围巾的人，我坐在前面那边，你若有讲需要我帮忙，我可以帮你们看你有围巾安怎用，谢谢。好，咱真多谢 Grace 给咱做围巾表演哦。这里吼，因为咱的场地较伤大，所以表演起来有较困难吼。不过 Grace 坐你头前，你嘛有炸围巾来，是你拄啊看伊表演有啥物问题？食饭的时间，我相信吼，无要紧吼，Grace 甲你打岔无要紧。所以食饭的时间去甲请教吼，还是讲叫伊甲你比，甲你用你的围巾甲你比起，我想伊拢真乐意帮忙。